嗱，去到咧第九條 MC，if 咧如果咧 A 等係七 B，and 啦 A 比 C 都係2:5，跟住揾啲咩咧？就係 A 比 B 嘅三次方再比 C。嗱，首先 A 等係七 B，咁所以 A over B 咧都係七 over 啦，A 比 B 係都係7:1。好啦，將個倍大2倍啦，A 比 B 咧係都係14:2嘅。嗱，另外啦，A 比 C 題目俾咗我哋咧係2:5啦。如果將右邊嗰組數字倍大7倍嘅時候咧，2×7=14，5×7=35，A 比 C 咧係14:35啦。好啦，呢個動作咧係令到咧 A 咧都係咧等於14嘅。咁所以 A 比 B 嘅三次方比 C 咧就係得14啦，比2嘅三次方再比35，2嘅三次方係8。咁所以咧 A 比 B 嘅三次方比 C 咧計都係14比8比35，答案係 A 啦。